又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廣告啦。咁啊，麻煩撳一撳。大少夠鐘飲奶啦！咁嘈嘅，點使啊？燙過燙過。你新嚟㗎？我都唔中意吔飯嘅。呢包金紡牌水晶絲苗唔係普通米飯嚟嘅，晶瑩通透，白淨又滑溜，仲係真空處理包裝，擔保唔會揞親你個胃啊！金紡牌水晶絲苗咁橋溜，我奄尖大少而家有飯食咯。我諗呢個廣告大家都好熟悉啊，奄尖大少係嘛？我諗我主要同大家分享廣告，主要都想俾大家勾起一啲對童年嘅一絲絲嘅回憶啊！呢個係一個好經典嘅廣告，係1985年嘅廣告。咁啊，廣告入邊嘅呢個盧大偉係一個好尖酸刻薄，即係奄尖大少啦。咁啊有一群人，咁呢個講佢一出嚟就係個面口都非常之唔好噶啦，已經係嫌三嫌四咁樣，呢樣嫌棄呢樣嫌棄咁樣啊！最經典一個對白就係咁嘈嘅，點洗啊咁樣啊？毛巾都要燙得好好嘅，嘈都唔可以用，真係奄尖大少啊！咁睇完呢個廣告之後，大家有咩感想咧嚇？我諗一個我自己感覺就係做大少真係好正。好架勢，好威風。做工人真係好慘啊，好凄涼啊！俾人洗嚟洗去，俾人鬧，俾人咩咁樣。你睇下嗰個管家，佢一拍，你新嚟㗎？你唔知我中意吔飯嘅咩？咁即刻揾毛巾鋪住佢咁樣，即係要好細心。因為即係你睇到做工人真係好慘嘅。咁睇完呢個廣告之後，我諗叫你選擇，你想做工人啦，定係想做主人咧？我諗大家都想做主人啩。咁啊〜僕人呢個字咧，其實係中國好、西方好，定係現代好，定係古代好，都經常見到呢個字。咁啊，舊時候咧就係話僕人咧就係只係俾你僱用翻嚟到屋企，然之後供你使用做一啲瑣碎事情嘅人啊。咁喺世人嘅眼中咧，就僕人咧真係唔係一個好尊貴嘅身份。所以喺當今世界上面咧，特別係呢個當今呢個世界咧，我哋人人都好崇拜嗰啲強者、能者啊。咁所以一個法國嘅社會學家叫做勒龐啊，咁佢就話群體對強權咧俯首帖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即係大家都好崇拜強者噶啦。你知唔知2025年時代週刊所選出嚟嘅全世界100位最影響最大嘅強者咧，全部都係強者嚟嘅。嗰啲影響最大嘅人啊，全部都係強者嘅。譬如最有錢嘅人啦，譬如係係 AI 方面最有權勢嘅人啦，或者係美國總統啊特朗普啦咁樣。但係原來呢個100個人入邊咧，居然咧今年咧係冇一個係關於宗教或者思想上嘅人。可見言之，大家都係睇喺一個強者嘅身上。咁啊，中國有一句説話叫做寧做雞頭，不做鳳尾，即係我一定要做第一㗎啦，做第二咧係冇意思嘅。咁所以我可以考下大家咁樣，你知唔知道全世界最高嘅山峰係乜嘢啊？可能大家都話珠穆朗瑪峰。咁第二係乜嘢咧？啊，冇人知㗎喎。咁啊，全世界最大嘅島係邊個島啊？格陵蘭島依家好熱門㗎，因為美國想要啊嘛，丹麥唔俾咁樣啊。咁第二大島係乜嘢啊？不過第四島我知道係馬達加斯加島啊，因為師母喺嗰度啊嘛。咁啊，第一個登上月亮係邊個啊？阿姆斯特朗。咁第二個咧係咪？咁啊，全個世界首富係邊個啊？大家知道阿馬斯克咯咁樣。咁第二嘅富翁係邊個啊？大家又係唔知道嘅喎。可見言之咧，大家都係推崇第一、第二，大家都係唔理嘅。所以咧喺呢個世界上面咧，人人都想做主人。冇一個人想做僕人，但係呢個以賽亞書42章1至9節入邊咧，俾我睇到一個好完全唔同嘅畫面。其實喺神嘅角度入邊咧，僕人咧唔係一個抬不起頭嘅一個身份，相反咧，僕人咧喺呢個神嘅角度入邊咧，係一個我哋可以引以為傲嘅身份。
佢呢個身份咧，真係好似可以講套用彼得喺彼得前書2章9節入邊所講嘅身份啦。彼得喺彼得前書2章9節，佢話我哋係被揀選嘅族類、君尊嘅祭司、聖潔嘅國度、屬神嘅子民。呢個身份好尊貴㗎。我哋可以咁講，喺我哋嘅信仰入邊，喺我哋嘅基督教入邊，僕人係一個尊貴嘅，係好一個榮耀嘅身份。我哋打開聖經，新約聖經入邊有好多聖經偉人，譬如保羅啦、雅各啦、彼得啦、約翰啦，呢啲我哋好熟悉嘅聖經偉人咧，佢哋都曾經自稱自己為僕人，耶穌基督嘅僕人。所以有位新約聖經嘅學者叫做David 啊，咁佢就話僕人咧可以講係一個基督徒所能得到嘅最高嘅稱讚啊。以賽亞書總共有4首嘅僕人之歌，其中我哋今日分享嘅經文42章1至9節咧，就係以賽亞書僕人之歌嘅第一首。咁啊，以賽亞書嘅42章1至9節咧，除咗被稱為僕人之歌之外咧，其實佢都係一段嘅叫做彌賽亞預言嘅一首詩嚟，一段經文嚟嘅。咁呢個經文入邊咧，好明顯咁樣預言咗彌賽亞咧，就係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係神嘅獨生兒子，佢為咗拯救失喪嘅靈魂，佢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佢成為咗我哋嘅彌賽亞。以賽亞書42章1至9節咧，其實係俾我哋睇到一個與眾不同嘅僕人。我哋可以喺入邊睇到主耶穌將來嘅彌賽亞主耶穌，佢嘅僕人形象咧，主要有下邊嘅4點。第一點就係佢係神所喜悅嘅，第一節講嘅。第二就係佢溫柔謙卑，係第2至第3節。第三，佢嘅使命就係傳揚公義，3至4節。然之後第4點講到係佢係外邦人嗰啲係未信主嘅人嘅光嚟嘅，希望嚟嘅，所以係6至7節咁講，係外邦的光。首先我哋睇下咩叫做神所喜悅的。仲只調轉咗嘅。神所喜悅的，咁啊經文就係話：看啊，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我所揀選，心裏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主耶穌係神嘅獨生兒子，係神親自揀選嘅，係神親自差遣嘅，係神親自扶持嘅。就好似神喺耶穌登山變像嘅時候所講一樣，佢話：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他。馬太福音17章第5節，從呢點方面睇到，我哋作為僕人或者我哋稱自己僕人啊，神嘅僕人咧，我哋就要學習耶穌基督嘅自信。我哋大家都要知道，我哋之所以可以侍奉，可以成為神嘅僕人，俾神所使用嘅話咧，呢個就係因為神嘅揀選同神嘅喜悅。我哋一切嘅能力、一切嘅恩賜都係神賜俾我哋嘅。所以對我哋嚟講咧，我哋應該係不在乎人嘅評價，而是專注於神嘅喜悅。所以好似講到黃子思寶針所講一樣，佢話：你是鹽，不是糖，很多失敗都是因取悅人而造成的。即係話我哋最緊要就係因為我哋知道係我哋係神所揀選嘅，係神所喜悅嘅。既然係神所喜悅嘅，你應該係滿足神嘅喜悅，唔係去取悅人嘅喜悅。所以記住，你是鹽，不是糖，很多失敗都是因取悅人而造成的。第二樣就係講呢個溫柔謙卑。經文講到佢話：他不宣言，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耶穌基督溫柔謙卑，咁大家都喺四福音書入邊見到好多類似嘅故事。耶穌基督喺當時嚟講，喺四福音書入邊，佢對社會上每一個弱勢嘅群體，譬如寡婦啦、孤兒啦、病人啦、罪人啦，甚至佢迫害佢嘅敵人，
佢都非常之溫柔同謙卑。咁啊，好僕人咧，呢樣嘢都要好似耶穌基督一樣，我哋要有溫柔嘅心，要心存憐憫，我哋要同情弱者，看別人比自己強。我哋應該係不淘汰弱者，反而要扶持弱者。咁好僕人咧都要學習耶穌基督嘅謙卑，不要將自己咧打造成別人的偶像。我哋所做嘅一切嘢都為咗取悅神，唔係取悅人，唔係想你大家係讚呢個人呢個人，某啲人幾好幾好幾好，所以叫做冇將自己打造成別人的偶像，冇嘗試將自己建立一個小王國咁樣。咁啊 C.S. Lewis 佢講到，佢話如果我哋發現我們的宗教生活讓我們覺得自己很好，覺得自己比別人好，我諗我們可以肯定，我們不是被上帝，而是被魔鬼操縱了。唔知大家有冇覺得你會係比較？我信主嘅，我係基督徒，我好多侍奉，我參加好多嘢，我好多奉獻，我好愛主，我係比你叻，我係比你強。咁樣嘅話咧 ，C.S. Lewis 就話呢樣嘢嘅，我可以肯定你已經被魔鬼操縱了，因為你嘗試將自己塑造成咗人哋嘅偶像，想人哋崇拜你，想人哋稱讚你。傳揚公義，經文講到佢話，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傳揚公義可以講係耶穌基督侍奉嘅核心嚟嘅。佢清楚知道自己嘅使命，佢從來冇停下腳步，佢從來都係盡心盡力咁去侍奉神，盡心盡力咁樣去傳講神嘅話語，盡心盡力咁樣去見證神嘅榮耀。佢真係好似上個星期所講一樣，從來冇人見過神，只有神懷抱入邊嘅獨生愛子，將他明的表白出嚟。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嘅使命，佢要全世界人哋知道邊個係神，公義喺邊度，福音喺邊度。所以作為一個好僕人，作為耶穌基督嘅門徒，或者作為耶穌基督徒嚟講，我哋都要學習耶穌基督嘅使命感。我哋唔應該因為困難或者係有啲嘢係放棄自己嘅使命，我哋要學習耶穌基督嘅堅持，不灰心不喪膽。好僕人嘅偉大咧，佢唔係偉大到佢樣樣都話我開始做嘢，而係貴在堅持落去一件事工，唔係話你攞起嚟做就係最偉大，而係你堅持落去，不斷咁做落去，冇因為一啲嘅困難或者挑戰而放棄咗。好似個英國首相丘吉爾所講，佢話：使我們釋放最大潛能的，不是力量或知識，而是鍥而不捨的精神。希望大家作為基督徒，作為一個神的僕人，我哋都有呢種精神，就係鍥而不捨嘅精神。最後睇下外邦人的光，經文講到佢話：使你作眾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開瞎子的眼，領被囚的出牢獄，領坐黑暗的出監牢。耶穌基督從來冇將福音局限喺猶太人嘅社群當中，佢堅信福音係普世嘅，所以佢就成為咗外邦人嘅希望嘅之光。所以作為基督徒，作為耶穌基督嘅僕人，我哋都要知道自己嘅能力，我哋都知道自己嘅使命。我哋應該勇敢咁將福音帶俾一啲未信之民。所以咧喺呢方面，大家會面對好多困難、好多挑戰、好多嘅白眼、好多嘅冷笑、好多嘅嘲笑、好多嘅諷刺。但係唔需要驚，靠主得力量。就好似我哋聖公會嘅著名牧者史托德牧師所講，佢話：上帝在世人的權柄，用我們敢於走向列邦；他在天國的權柄，是我們唯一成功的盼望。即係耶穌基督已經在地上嘅權柄俾咗我哋，所以我哋有呢個勇氣去走去列邦將傳福音。然之後耶穌基督嘅喺天上嘅權柄已經俾咗我哋，使我哋可以喺將傳福音成功咁傳出去，成為我哋嘅盼望。喺以賽亞書42章1至9節入邊，
耶穌，我哋呢個未來嘅彌賽亞，將來嘅彌賽亞，耶穌基督，的確咁樣為我哋樹立咗一個好僕人嘅榜樣。其實，但係如果我哋細心睇嘅話咧，以賽亞書42章1至9節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睇到，唔單止係僕人之歌之外，其實都可以睇到主僕相愛嘅畫面。我哋可以睇到一個非常之和諧而完美嘅主僕關係。呢個主僕關係點樣嘅咧？就係僕人咧與神同行，僕人咧與神同工，僕人咧與神同榮。我哋可以咁講，如果呢個世界冇好似伯樂般嘅主人家嘅支持咧，僕人咧其實係好難發揮佢嘅恩賜嘅。佢可能完成主人俾佢嘅使命嘅。我哋可以喺以賽亞書42章1至9節入邊睇到兩樣嘢係呢個主人家呢段經文入邊主人家非常之可貴、非常之可愛嘅一啲嘅特徵。第一個特徵就係佢係扶持僕人嘅。經文講到就係佢話：我耶和華公義照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所以呢段經文我哋睇到就係原來咧。耶穌基督係神嘅獨生愛子，但係神不但佢係差遣佢，而且係扶持佢、保守佢，令到耶穌基督喺地上可以完美咁樣完成神俾佢嘅工作。因此咧，一個好僕人咧，需要主人嘅乜嘢啊？主人嘅訓練、主人嘅教導、主人嘅鼓勵、主人嘅安慰、主人嘅愛護。如果缺乏呢啲嘢嘅話咧，就算呢個僕人再有恩賜、再忠心嘅話咧，佢都好難完成主人俾佢嘅使命。第二樣嘅可貴之處就係呢個僕人咧，睇到佢係成就僕人嘅。呢個主人就成就僕人嘅。經文講到佢話：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神，也不將我的稱讚歸給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經成就，現在我將新事說明，這事未發先，我就給你們聽。呢句經文話俾佢聽，神興起咗耶穌之外，耶穌佢喺地上咧，將會從神嗰度得到屬天嘅榮耀同讚美，而且神仲隆而重之咁樣將耶穌展現在世人嘅面前。我哋讀呢個以賽亞書42章1至9節嘅時候，一打開經文嘅時候，第一節就話：看哪，我的僕人。其實呢句說話唔單止係42章1至9節嘅開頭，而且係呢句說話，大家要明白係神嘅口吻所講嘅，即係話上帝親自講嘅。看哪，我的僕人。呢句說話有咩意思喺入邊咧？根據同友之牧師所講，佢話呢句說話好珍貴，因為呢句說話係上帝係親自好自豪咁樣將耶穌基督介紹俾人。介紹俾咩人啊？同友之牧師就話係介紹俾天上嘅天使聽。看哪，呢個就是我的僕人。所以我哋見到就係一個好嘅主人咧，佢會係同呢個僕人咧會好多嘅溝通。所以佢話將先前嘅事我已經發未，這事未發以先，我就説給你們聽。即係話佢會將好多事話俾呢個僕人聽，一個好好嘅溝通。然之後咧，主人家會同僕人同喜、同樂、同榮。佢會將榮耀歸給耶穌基督，佢會將榮耀唔會歸給假神，佢唔會將稱讚歸給嗰啲雕刻嘅偶像，反而將所有嘅榮耀都會加俾耶穌基督。所以主人家都有適當嘅讚美、適當嘅稱讚、適當嘅鼓勵，會使到呢個好僕人咧，會更加盡心盡力咁去完成佢嘅使命。我哋可能會對僕人呢個身份缺乏自信，我哋可能認為覺得我係一個僕人嚟嘅啫，喺力量好有限嘅，知識好有限嘅，能力好有限嘅。其實我喺成個神國嘅入邊嘅計劃入邊，我哋可能做唔到咩大事嘅。其實如果大家有呢個諗法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錯誤。所以下邊咧，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小人物做大事情嘅故事。雖然呢個唔係一個福音故事啦，但係我覺得可以喺呢個故事入邊，我哋得到好多嘅啟發。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係世界著名嘅大學之一，係美國歷史最悠久嘅5所大學之一，即係同哈佛啦嗰啲係平起平坐嘅。而且咧，佢係培養咗好多諾貝爾獲得獎嘅，係美國大學最多培養諾貝爾獎嘅其中一間大學之一。據聞就到2023年之前，佢已經有喺呢間大學已經有87個人係攞過諾貝爾獎嘅。咁哥倫比亞大學咧，除咗呢啲學科非常之強大之外咧，原來佢有一個學科係非常之強大嘅，就係中文系，即係叫漢學系或者叫東方研究所。呢個學系咧，喺美國大學入邊，甚至係全世界入邊咧，都係頂尖嘅研究所嚟嘅。甚至好多中國學者咧都要去嗰度去深造嘅。譬如我哋所好熟悉嘅胡適、聞一多、徐志摩呢啲人嘅中國嘅偉大嘅學者咧，都曾經係哥倫比亞大學嘅漢學系學習過嘅。據說依家佢保留嘅中國有關於有啲嘅地方嘅嗰啲志啊，即係話邊個縣邊個市入邊嘅以前嘅歷史係點樣咧？佢係最齊全嘅，所以中國學者都會去嗰度去借嚟用下咁樣。點解一間美國嘅咁老牌嘅著名嘅大學有一個漢學系，而呢個漢學系又係一個咁出名嘅漢學系咧？原來佢唔係偶然喎，原來係同一位中國嘅僕人係有關係嘅。咁呢個中國僕人咧，佢名就叫丁龍，佢係廣東台山人。佢18歲嘅時候咧，就被賣豬仔賣咗去美國。咁啊，丁龍咧喺賣到去美國之後咧，從事咗好多好辛苦嘅工作，包括起鐵路啦咩。咁但係到21歲嘅時候咧，丁龍呢位後生仔咧，佢機緣巧合咁樣就成為咗當地嘅一個富豪同一個兼市長嘅一個美國人，叫做卡本蒂埃㗎。佢成為咗佢屋企嘅僕人。咁啊，呢位主人家咧係一個脾氣非常之暴躁嘅人。有一次咧，佢發酒癲，飲咗酒之後咧，將屋企所有嘅僕人都打到，然之後打跑咗佢哋。咁第二日佢走醒嘅時候咧，佢認為自己應該係得一個人嘅啦，係咪？點知佢意外發現咧，呢位中國僕人丁龍咧，不僅冇走到，而且仲係幫佢準備咗好好嘅早餐俾佢。咁啊，呢位卡本蒂埃就同丁龍道歉，但係佢好好奇，點解個個都走，點解你唔走咧？啊，你唔驚我再發脾氣？我驚我再打你啊？咁樣，丁龍就話：其實你雖然脾氣唔好，但係人品係非常之好嘅。而且我哋中國嘅聖人孔子講過：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既然我係你請翻嚟嘅僕人，我一定盡心盡力咁去服侍你，做好我自己嘅本分。丁龍呢種忠誠嘅品格咧，就獲得咗卡本蒂安嘅信任同尊重。好快咁咧，丁龍就升為咗管家。升為咗管家之後，丁龍為咗報答呢個卡本蒂安嘅欣賞同嘅信任咧，佢將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佢一絲不苟咁咧為卡本蒂安奉獻咗一生。從此之後咧，卡本蒂安同丁龍咧，佢唔單止係主僕關係，佢都仲係朋友關係。丁龍曾經好多次帶呢個卡本蒂安咧翻去廣東去參觀訪問咁樣，所以佢哋彼此咧去欣賞，彼此去參扶。因為卡本蒂安係冇結婚冇兒女嘅，所以佢哋係彼此欣賞、彼此參扶、彼此照顧、彼此去成就對方。後來丁龍老啦，佢就計劃退休回國啦。咁啊，當然卡本蒂安作為首富之一，咁佢就話：你退休，我會俾一筆錢你，我點樣資助你，令到你翻去中國之後可以享受一個富翁嘅生活咧？咁啊，丁龍就拒絕咗佢嘅資助，反而咧將佢喺美國儲好嘅12,000蚊美金，呢個100年前嘅12,000美金應該好大嘅數字嚟嘅。據聞就話當時嘅僕人咧就300幾蚊美金一年嘅啫，即係話計過算過之後咧，丁龍要花33年時間不吃不喝就儲咗12,000蚊。佢話你麻煩你將呢12,000蚊美金捐俾哥倫比亞大學，佢好希望哥倫比亞大學可以成立一個中文系。丁龍嘅目的係想咩咧？佢話佢想美國人知道我哋中國
係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同燦爛文明嘅偉大國家。佢唔係美國人想像中嘅一個賤民之地。所以丁龍嘅咁偉大嘅理想，一個僕人嘅咁大嘅理想咧，就感動咗呢個卡本戴安啦。卡本戴安咧自己攞錢出嚟，加咗42萬美金，然之後親自用自己嘅身份同自己嘅地位咧，去游說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去成立呢個漢學系。從此之後，哥倫比亞大學就有咗呢個中文系呢個出現啦。咁丁龍係一個中國人。丁龍係一個僕人，丁龍係一個小人物，但係喺丁龍呢個身上邊，我哋睇到一個奇蹟。呢個奇蹟就係咩咧？以一個僕人嘅身份，俾我哋睇到咩叫做最高貴嘅身份。其實基督徒都係一樣，我哋可能都係一個小小嘅基督徒，我哋可能喺社會上邊冇乜地位，可能我哋可能喺社會上邊都係有錢有勢有地位嘅人，可能我哋都冇乜學識。可能我哋嘅聖經知識都係麻麻地嘅啫，但係我哋就係神嘅僕人，千祈冇少睇呢個僕人嘅身份。有一日，我哋可能都好似丁龍一樣，小人物創造咗大事情出嚟。以賽亞書42章1至9節，為我哋展示咗一個好僕人嘅侍奉係點樣嘅。我哋好僕人嘅侍奉就係唔係追求轟轟烈烈，而係忠心到底。好僕人嘅侍奉就係唔係高聲咁宣揚自己，而係活出公義。就好似我哋覺得自己好渺小，但係如果我哋專心做好僕人嘅事情，我哋都會為呢個世界帶嚟一個好不一樣嘅世界出嚟。好似德蘭修女所講一樣，佢話：這一生做不到什麼偉大的事情，我只能用偉大的愛去做小事情。所以身為神嘅僕人，我哋基督徒嚟講，我哋都要記住呢句説話：我哋用偉大嘅愛去做一啲小小嘅事情，呢啲小小嘅事情可能都會改變我哋身邊嘅人，可能都會改變呢個世界，可能都會改變我哋嘅教會。喺某種程度上邊咧，其實大家都係僕人。你千祈唔好誤認自己係僕人，自己唔係僕人。係啊，我好有錢嘅，我係主人嚟嘅，我係僕人。其實係某程度上邊，我哋大家都係僕人。我哋唔係神嘅僕人咧，其實我哋就係偶像嘅僕人。可能今日你坐喺度，今日我坐喺度，我哋心入邊有好大嘅負擔。我哋要服侍我哋嘅仔女，我哋要照顧我哋嘅事業，我哋要去取悅我哋身邊嘅朋友，或者我哋仲有好多嘅喜好，我哋都成為咗呢啲偶像嘅僕人。所以係今日，希望我哋聽完呢篇道之後，我哋在座嘅每一位都開始思想一下，我哋要點樣選擇？我哋選擇做偶像嘅僕人啦，定係選擇做神嘅僕人？定係選擇做一個合神心意嘅僕人？所以我諗喺2026年開始，係呢個顯現期嘅第一個主日。顯現期係主耶穌向我哋顯現嘅時候，佢今日第一講就係講到耶穌基督以僕人嘅身份向我哋顯現。所以我哋真係要去做一個選擇，一個好智慧、一個好明智嘅選擇，選擇做一個合神心意嘅僕人，千祈唔好做嗰啲偶像嘅僕人。讓我哋一齊祈禱。主啊，你曾經講過，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我哋都明白呢句說話嘅意思，我哋都聽見呢句說話，但係事實上邊喺生活上邊，我哋好難做得到，我哋好大嘅挑戰，我哋有好多嘅麻煩。所以願你嘅靈充滿我哋，讓我哋都可以謙卑順服咁樣做你嘅僕人，跟隨你，侍奉你，榮耀你。奉主名求，阿門。